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Amundi 3 in 3，我係姚遠，東方匯理研究院嘅宏觀策略分析師。今日同大家探討3個話題。第一，全球股市創新高，背後嘅邏輯係咩？第二，在樂觀情緒之下，市場面臨嘅最大隱患係乜嘢？第三，多空雙方觀點相去甚遠，投資者要點樣應對？我哋認為市場目前嘅樂觀情緒有3大支撐，由激戰到停火，中東局勢最差嘅情況似乎已經過去，投資者正迫不及待想將目光轉返去中長期敘事，例如 AI。第二，從歷史嚟睇，地緣政治事件對市場嘅衝擊通常偏向短期，經歷咗最初嘅下挫之後，市場通常可以快速收復失地。呢個歷史規律加上特朗普嘅 Taco 傾向，亦加強咗投資者逢低買入嘅信心。第三，雖然油價高企，但宏微觀基本面目前仍然韌性十足。美國目前嘅硬數據依然非常堅挺，而上市公司嘅業績表現亦大超預期。呢種強勁嘅盈利增長為市場反彈提供咗有力嘅支撐。風險資產嘅強勁反彈體現咗市場對中東局勢嘅樂觀預期，但呢個同實際情況仲有好大差距。特別係雖然美伊過去幾星期維持停戰，但係霍爾木茲海峽仍然關閉，導致全球20%能源持續斷供。全球原油庫存而家已經跌到歷史低位，導致現貨油價遠高於期貨油價。而能源危機帶嚟嘅滯脹影響亦初見端倪。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跌到歷史最低，而通脹同通脹預期亦喺度加速上升。持續惡化嘅能源危機同逐漸顯現嘅宏觀影響，係空方所見到市場面臨嘅最大隱患。我哋認為，經歷咗幾星期嘅強力反彈之後，市場嘅風險中樞似乎已經發生咗改變。首先，宏觀層面，中東局勢依然撲朔迷離，霍爾木茲海峽開放仲係遙遙無期。能源危機帶嚟嘅基本衝擊會對市場持續上漲形成阻力。其次，美股嘅估值同集中度經歷呢次上漲之後，又重新返到高位，而且好多技術指標已經由之前嘅超賣快速轉為超買。最後，盈利利好出盡之後，除非中東局勢有突破性進展，否則未來一段時間好難見到支持市場持續上漲嘅強勁催化劑。當然，近期頻頻傳出嘅重啟談判消息，如果屬實，並且可以促使霍爾木茲海峽逐步開放，咁風險資產嘅狂歡仲可以繼續。相反，如果僵局持續，咁市場喺經歷咗情緒衝擊之後，仲會面臨經濟衝擊嘅考驗。我哋建議投資者做好短期風險管理，為未來可能出現嘅波動上升同市場回調做好未雨綢繆。